东南都啊的家呢，咦呀，这么是讨厌呐！呀，这多大只头？咦呀，大只讨厌呢，也当鬼鬼子啦！这个怎么贼？有个人。在家，我不打我不会对面牛哎，看那没人对面做菜，我说谁不让说噻，但是你对面我就是啊，我讲他跟他多啊，宝，我能只错走路了，哦，我知道这几种啦，他跟他估计你多错了，哎呀，哎呦妈不让他，还讲多错了，哎呦我的妈！